讲到外来种青皮杜丁伫台湾的数量一直在增加，主要是伫咧中南部。这屏东今年1月到10月已经掠超过24000只了。一寡青皮杜丁会食农作物，伫咧万丹呢，就这当地农民组成志工团要去甲因掠。暗时手电笑这树啊时阵，就当看到几落十只青皮杜丁跳落来，这数量是真惊人。秋天就向树啊，一只青杜丁跳落来，四界走，亲像路青杜丁好，志工赶紧去掠，这暗时火车是再加满，至少有100-200只。80岁了，我经过伫遐现翕到，啊，伊旧里啊日头透中呢，我讲阿嬷你咧创啊，伊讲伊咧顾遐绿鬣蜥蠓来食伊的红豆啊。几啊只青杜丁都趴伫田边休困，民代自助劳保大队，实在是因为附近高频客屏东万丹乡伤过济，常常走去田里偷食，互农民真困扰。有鸟鼠啊，有绿蜥伊拢有啊，绿鬣蜥哦，树仔骹就拢有啊啦。因为青杜丁伫野外无听到生态力强，屏东今年1到10月已经掠超过2.4万只，掠拢掠袂了。民代呼吁中央甲地方政府爱提供掠资源、甲农村补偿。今年预计也是会超过3万只左右哈。那事实上，我们都利用很多的这个管道跟经费哈，来这个争取相关中央的补助的钱，来做一个相关的移除的工作。由台南北州行政区摇青杜丁，路边上伫永康上学公园2摆看到一只将近70公分真大只的青杜丁。绿鬣蜥来讲，其实攻击力不会攻击人，但是它的繁殖力太高了。那也呼吁大家，如果说有绿鬣蜥发现绿鬣蜥的话，我们会进行移除。真大只的青杜丁经过通报，顶礼拜六已经互市府掠到。全国青杜丁移除数量每年千元，主要集中伫中南部。各县市重点是移除控制，唯独青杜丁族群减少产生更较大的危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